看哪个节目找世界上最厉害的功夫，要打我连成第二，怎么能就这个排第一？天下之大，唯我独尊。有了第六牛羊吗？千千不要老子公开过世界上最厉害的功夫，我走。葵花宝典，和那个只要天下第一，都让。也凌晨样功夫呢，也莫觉得弄来。趁大势贼，不拘小节。我不这样。天下第一。凌晨此功，也不必自宫。我的能力。你弄的你弄哎，这嘎子大怪个节目了。